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是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又要同大家來分享好食嘅東西。不過你講好食嘅東西，以前我先來講，今日嘅來賓，我做得講非常嘅新鮮嘅，用板講咯，因為佢老佢退休嘅人生。過到很較精彩，佢嘅人生做得講對退休又再個開始一個新嘅意義啊！無，用樣板來講呢，其實佢做嘅非常非常多事情，韓國佢開嘅一間甜點心店哦。節目底度做得好好來同大家來打嘴鼓，謝謝大家來分享佢來分享陳彥初先生分享。我係桃園平鎮嘅陳彥初，我不喊你很愛阿初，他較好。哦，分享先生陳彥初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做乜嘅？一開始用先生來稱呼佢哦，因為其實我哋太好嘅時節，先生未強用啲嘅教授，韓國係強健太好，係事情太好，錯冇？沒錯，我在這個傳管系，你在廣電系。對，我在廣電系，是學妹。是也是學妹，也是老師。對，佢說先生頭擺係啲太好做先生。做講師，對，我一開始其實是媒體人，我做了大概20幾年的媒體人。哇，前輩。後來才到學校裡面教了10幾年的書。沒搞了10多年。對對。所以你剛剛講甜點其實是後來。甜點是又再過後了，因為我剛剛講退休跟人生剛開始，沒錯，沒係剛開始做呀甜點心店，退休過後剛開始我來經營安樣嘅一間店。不過我就當上我底下係頭擺，啲嘅可能做媒體人嘅時節，又係啲做先生嘅時節，而有限嘅時節就會加減做到嘅安樣烘焙啊，安樣係人嘅興趣，又係講係樣板頭擺咁遊戲學過，又係講遊戲接觸過。完全沒有。其實我以前就是自己吃啊，因為我姐姐非常會做甜點，所以我們家的冰箱裡面都是甜點。那我就以前是吃的，後來這個大學不教了以後啊，然後最主要還是我的女兒剛好她大學畢業哦啊，然後她就跟我講說，她常常吃姑姑的這個馬卡龍，對我姐姐做的馬卡龍哦，那她就說，那她想要開一個甜點店，然後我就說好啊，那我就婦女甜點店吧哦，所以我們從那個時候才開始，就在接觸這個甜點。幾樣時間開始學嘅，沒錯。做得講味道每嘢我來開一間點心店啊，也每嘢同爸爸2、3人共下來開一間啊，共下來經營安尼。對，當時是這樣的，所以我女兒還跑去星巴克還花了1年的時間去做咖啡，因為不能只賣甜點，還要弄咖啡幹嘛的。然後1年的時間，可是1年之後呢？他就跟我講說，他要去做他原來大學裡面建築系裡面的室內設計師。所以他就變成去做室內設計了。嘿，那甜點怎麼辦呢？嘿，有些人已經吃了我們家的甜點，已經可以一段時間。對，沒錯。那就像這個，我們常常講養寵物，小孩子把寵物帶回來，然後最後誰養？爸爸媽媽養。對，所以我其實是陰錯陽差就開始做甜點了。姑說，所以你去噶去研究烘馬卡龍要叫技術嗎？對，我女兒那個時候，當然這個我們要開始做甜點，就要把一些技術學會嘛。那姐姐的有教我們怎麼做她做好吃的馬卡龍。哦，那當然我女兒也有去上課，然後也有一些課程。在網絡上也可以學，所以就是這樣子，慢慢的就把自己的這個做甜點的功夫學到了。哇，嗰種嚴格來講，係自家學嘅，全程就算係完全是自學，但是當然也有上課，對，也有網絡的課啊，其實線上的教學其實現在非常頻繁，烘焙的教學也有，所以就但是原則上，因為做馬卡龍，就是要自己來。因為老師教你的，你不見得自己的烤箱做得出來。真嘅，我做得同大家來講一下。阿權妹愛學，雖然冇開甜點店，啊，不過愛當好做烘焙。
做呀馬卡龍唔係按簡單的事情，有陣時你就係會失敗，你還唔知順利發生乜嘅事情，你明明就同先前會成功的事情做同樣嘅配方，同樣嘅做法，唔過就係會失敗。對，因為它的濕度啊、溫度啊，搞不好跟你那天的心情有關，或是你攪拌的次數，對不對？對，其實都會影響啊。你心情不好，搞不好你做出來就不好吃了。都不漂亮。嗰種按難嘅點心，我平常時真係冇想去做誒，因為我真係吃到佢太會失敗誒，失敗嘅幾率太高誒。唔過我咪當上一啲做乜嘅牙姐會做按用嘅馬卡龍，因為這按困難的一個技術。他就是有興趣啊，然後最主要我也是爸爸喜歡吃。你還給爸爸買好吃？對，我爸爸是螞蟻人啊。很甜呢。對，他是螞蟻人啊，因為螞蟻人就是意思就是說吃甜點不會血糖高。你也講年輕好吃甜的哦，所以他超愛吃甜點，所以我姐姐就做了很多甜點，所以我們家的冰箱裡面全部都是甜點，很幸福哦，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沒錯，所以甜點是我們家的陳家的，應該是講生活裡面的必需品。輕鬆有嘅東西，就係甜點。嗰時候也嘅甜點，也下做得可以跟店同大家來分享。嗰時候也就係陳老師可以也跟店嘅一開始嘅心情。再後來因為可以一間店，當冇簡單可以一間店過後，當然佢嘅名嘅就當重要。佢嘅名嘅叫做 Smiling Uncle 初點。其實有當到意思到底度，錯冇？Smiling Uncle 叫微笑大叔嘛，啊，那個微笑大叔其實，是學生幫我辦了一個影展，叫微笑，學生幫我辦了影展，叫微笑影展，叫微笑影展。哦，那所以換句話說，我做甜點以後，那我是一個大叔嘛，那就叫微笑大叔吧。啊，其實就是這樣子。那初點這個名字啊。其實我的名字叫陳念初嘛，有一個初字嘛，這個，所以那個初字，其實就把它變成點心的名字，叫初點。初點，對，來自初心的甜點嘛，而且這個是我們家的甜點。真勁係人物卡嘅甜點。沒錯。嗰時候就按呢，有按用嘅一間店，自家安名，自家打錯，再後來自家經營。韓國迄講大家有看到面頭前嘅點心嘅花卉，吃到哇，很香哦。這禮拜天做的。真勁哦！你知道家嘅食物，一般來講都會看到嘅馬卡龍，可能就係單色嘅。一粒色，一粒就係一粒色。當時有看到按用有無共用嘅色結合做共下嘅，錯冇？沒錯。這個要混色，這個叫混色。混色。我的馬卡龍特別就是它是混色的。對。一般你看到馬卡龍都是單色的。好，那混色就是很麻煩，很高綱啦，因為它等於說你還要兩種顏色混在一起。所以，但是混色它代表什麼？代表它是一種流動的感覺，然後它有每一顆的差異化就不一樣。所以換句話說，如果你買同一種口味的馬卡龍，擺在盒子裡面，6種馬卡龍，6顆馬卡龍都會不一樣，同一種啊，對不對？因為它每一個混的顏色都會不一樣。其實這個也是我的人生的哲學。你有辦過呢？就是人就是有差異嘛，就是多元嘛，然後每一顆都不一樣，每一個人都不是同一性的，每一個人都有差異，都是多元。老師真勁老，你自家嘅理念同想法，不用到人嘅一件甜點點地度，韓國人嘅想法全部都不用落去。其實基本嘅帶來嘅馬卡龍有看到當多種無共用嘅食物，口味咩無共用，對，口味也不一樣。對，一般來講點地度會有6種，算是固定的嘛，一般。我其實有16種口味耶，總共有16種口味。但是因為我不可能做這麼多，因為我有讓牙預定嘛，所以有些人就會，例如說買
9顆裝的，我就可能給他9顆的9種口味的。那6顆裝就是6種口味。那16種就是讓人家有更多的選擇性。對，所以無共樣的期間，可能會有無共樣的口味。對，當然不一樣。總共有16種，不過某天從不會讀到那一種，除非你先預定。對呀，對，先預定，因為我有官網，所以官網也是我自己架設的。哇！對，我什麼都自己來。真的耶！我家裡面的花園的布置啊，灑水系統啊，所有都是我自己種的玫瑰，所有都是我自己布置的。所以退休的人，這是我的第2人生。哇！第2個青春期，也就是說，很多人年輕有一個青春期嘛，那對我來講，我的退休生活就是我的第2個青春期。哇！所以我做了其他很多，除了甜點以外，其實我做了很多其他的嘗試。我唔錯，其實陳先生還有眾多嘅故事，都得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談期繼續講哦。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陳彥祖先生。佢唔但唱係真有經驗嘅啊媒體人，還有很多太好教書教嘅10多年嘅時間。嗰時候我喊佢先生，因為我特別咩係事情太好嘅。先生也係愛同我嘅就分享嘅係佢退休過後嘅人生，而家形容過係夾嘅天意嘅青春期，咁講係一個生命整個又開始發展的感覺，對不對？老師，人家算是生命的天意村，天意村做的自家上恩用版出去用版，自家發展的一段時間，做了非常多事情。這個第2個青春期啊，就是大概60歲吧，退休了，領的這個月退以後，那我就想說，我60歲應該不要遺憾所以我就決定60歲做很多的事情。所以當然第一件事情就是開一個店，開一個店。那第2件事情呢，就是把以前這個年輕的時候，這個想學鋼琴沒有學好，就把鋼琴也學了。真的呀，改對，真的，我已經學了1、2年了，對。沒按鍵的。今天沒有鋼琴當然我也彈不好，OK。學鋼琴都難呢。沒錯，所以等於說這個都是遺憾。那還有就是說，我就去跑了馬拉松，我60歲去跑馬拉松，我現在沒有，完全沒跑，我1圈都跑不動。我前幾個月還跑了半馬了，我已經跑了半馬，跑到半馬哦。但是我大部分跑10公里了。但是已經跑非常多。10公里就已經農強，我喺平常時有啲嘅自由經驗，唔過我平常時就差唔多6到8公里，是我平常日常。係愛我自由都超過10公里，我就會做動開，另外啲自由經驗，我就知道動開哦。對，沒錯。所以為什麼講第2個青春期所以跑馬拉松，然後我還讀了博士班。哇！我60歲考了博士班，也是世新的傳播博士班，對，所以我現在還是一個學生哦，學長，我現在是學生呢，對。哇！所以你看，第2個青春期其實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真的，而且大項事情你就感覺會做到一個長途，愛做到一個里程碑的感覺。比如講，你看像講，也講做馬卡龍好誒，特別愛鮮也按難嘅按用嘅一個點心，韓國會然後去做法用，做到凍漿，還特別愛做也渲染的，而且還看難嘅一件事情，係人家唔係講人爸爸係螞蟻人嘛，好食甜點嘛，其實馬卡龍佢當然係清甜的一個東西，做乜嘅叫我按甜，就係因為佢。冇甜，佢就冇辦法做。沒錯，你完全了解。聽說愛糖啊。馬卡龍它之所以成功，而且旁邊會有裙角，對，很漂亮那個裙邊。如果你沒有糖，其實它的裙角是生不出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馬卡龍，其實它裙角，而且裙角還有2種，一種是蓬的，一種是直的。
所以基本上也試驗了非常久。當然我們剛剛講糖，對不對？對。好，那因為我跟我媽其實都有糖尿病。好啊。我爸是螞蟻人，但是我跟我媽其實我是遺傳我媽了啊。我大概這個也10幾年了，糖尿病10幾年，所以我做馬卡龍的時候，我的想法就是說，它可不可以減糖，然後裙角還可以出來。啊，然後還可以把馬卡龍做出来，這是我的理念，對我的理念，我的初心其實是這樣。所以我做馬卡龍的時候，它的原則就是要微甜就好。自己親手的量做的維持它的外形，對，沒錯，最緊繃的量，沒錯。然後來做甘糖的馬卡龍，而且其實我剛剛有同老師分享到，我知道老師的馬卡龍其實比市面上的馬卡龍還較大粒。啊，沒錯。大粒唔單槍無算成本天天哦，其實大粒還有一件困難的事情，就係佢一碰起來又還較難的，因為還較重，對不對？它又更大又更重了。對，沒錯。對。所以馬卡龍它就是一個，所以很多人說我的馬卡龍是藝術品。對，很漂亮，對不對？混色，然後裙角也 OK， 對不對？而且它還不能講完全吃甜的東西，不能說完全健康，但是至少它是微甜。哦，對，你等一下可以吃看看。我現在就要來試試看。現在這個口味，甘美色嘞，然後裡面算是芒果啊，芒果，這個是法國果泥哦，對，這個是芒果口味，對，很酥哎，對对，哦，而且不會很甜吧？不會很甜，而且它的那個奶香是奶香嗎？沒錯，好香哦！它的奶香一開始會先出來，它有芒果一滴滴的跟米西醬會淡淡的點都不會出來，然後它不是很甜的味道。這個馬卡龍它其實會甜的是它的殼，糖殼，但是它的餡呢，所以你的餡如果也不放糖的話，它就會沒有這麼甜，所以它也有一些訣竅了，對，好好吃哦，然後再有一點點那個杏仁堅果的那個味道，對，都抵度，它的組成就是糖跟杏仁粉嘛，對不對？對，杏仁粉，然後蛋白，對，好好吃哦。所以馬卡龍其實這個剛剛講的是要糖要減少嘛，哈，才會至少吃得比較健康。對。那另外就是說它的成分裡面啊，它要用蛋白，那你會問，那蛋黃怎麼辦？係啊，給純豆給卵黃應用改善，當到甜點都係用卵泡來做，給卵黃應用改善咯。等一下我其實如果你在旁邊還看到一個可麗露，這個就是我本來其實只有做馬卡龍，就是用蛋白做。對。可是我的蛋黃怎麼辦？所以我每次有時候我做400-500個，2天我最高紀錄2天做400-500個。好，那蛋黃怎麼辦？其實我之前的蛋黃是全部都丟掉啊，因為生唔太啦。對，因為那個蛋黃沒有用啊。所以後來我才研發了很多，例如說可麗露，例如說布蕾，甚至巴斯克。巴斯克乳酪蛋糕。對，我研發了非常多的其他的甜點，那個是用蛋黃來做。比到愛小花甜，純度嘅內服客家精神。我是大宋配，沒錯，沒錯。我早期的是丟掉的，哇，我丟了非常多哎，而且做失敗還會丟掉，對不對？對。我沒有 NG 的馬卡龍，我很多朋友都要跟我買 NG 的馬卡龍，意思就是說它沒有這麼漂亮，那可不可以給我吃？賣給我，便宜賣給我。我說。我的 NG 馬卡龍是非賣品啊，對，因為 NG 馬卡龍其實我也把它丟掉了啊，對，我拿不出來啊，還是很好吃哎，女生敢吃到，對，所以我常常講，我老婆有時候就吃了 NG 馬卡龍，所以我老婆常常跟我抱怨說，為什麼她每次都吃的是 NG 馬卡龍？對，所以做馬卡龍，為什麼一般的店家不會做馬卡龍？就是它失敗率很高，是它
所以老師到現在還可以有賞識會失敗嗎？現在已經成功幾率良率比較高了。OK， 我們常常講良率比較高了。對，但是偶爾還是會失敗哦。對，但失敗還是把它丟掉了。對，還是浪費了，這不符合客家精神。對，哇，這你會懂哪那一類東西？而且老師難又會很看難，剛剛有講到，甚至很優雅，懂講的這個渲染的部分，而且還有客製化，對不對？老師有做客製化的馬卡龍。對，客製化馬卡龍是這樣的，因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例如說京劇的劉家後，他是梅派的台灣第2個弟子嘛。哇！那他就喜歡就是我幫他特別製作的馬卡龍，有京劇元素的馬卡龍。所以他在演出的時候，他就會送給他的很漂亮要他看到相片有相片OK， 京劇馬卡龍那這個，所以他每一次的演出，好美哦！他每一次的演出有時候會做不一樣的形狀的馬卡龍也會有不一樣形狀，除了色模模 Q 用以外，也會有形的模 Q 用。形狀就是應該是說，它有的是裸裝的，盒裝的，或是球裝的。球裝的，對。那球裝的馬卡龍其實是非常漂亮，我叫它把它稱為扭蛋馬卡龍。好漂亮！這個生命如歌生命如歌這個是何霍華。何霍華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作詞人，我們很多流行歌曲其實都是他做的。是。那他的告別式，他的助理就請我幫他做了250個球裝的馬卡龍，上面印了告別式的音樂會生命如歌，那是一顆一顆印上去的，所以它可以客製化。所以馬卡龍其實可以當成是，例如說婚禮小物，所以我的學生婚禮也用我的馬卡龍當婚禮小物，所以我的馬卡龍其實是一個載體啦，對，就是我跟人互動的一個載體。而且我覺得一開始就會欣賞去甲烏卡人的一個載體。承載人烏卡人的愛的一個載體，也個愛再個透過也個老師現在傳承也個術語哦，再個透過也個馬卡龍也個載體，再個留佢分享出去，佢就係一個當珍貴嘅心意，用當道嘅用心當將嘅愛表來同大家分享，還有當道有關陳先生嘅故事，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永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邀請到陳儼楚先生來同大家來分享佢開嘅點心店。當然，過程當中分享嘅當中有關陳先生做嘅非常多事情，都佢退休過後，還有佢嘅馬卡龍想愛傳達呀，愛嘅理念，人嘅心意，透過馬卡龍傳達俾人嘅人客。韓國我知道，青春有嘅係陳老師董有心，佢同雖然退休嘅，唔過唔同人嘅學生嘅關係。還係同好，還向下透過馬卡龍去做公益，從哦，對，那個我也辦過影展，我做過一個18影展，就是帶了18個台北商業大學桃園校區的大學生去對接18個復興鄉的義盛國小的小朋友，就每一個對接一個小朋友。他們都是原住民的小朋友。一個大學的學生去對一個，對，剛好那邊18，這邊18嘛，就是18影展啊。對。那就是我教這個18個大學生把馬卡龍怎麼製作做完，然後他們再去教18個原住民小朋友怎麼做馬卡龍，因為他們那個地方是吃不到都市的甜點，沒錯，所以他們讓他們自己做，所以最後我還送了一個烤箱，給這個義盛國小，讓他們可以在學校裡面做這個馬卡龍。那然後那個烤箱還是我測試過溫度的，因為馬卡龍就是溫度很重要，很重要。對，新的烤箱它不見得做得出來。所以你係老人去㗎。
用到輕순수的烤箱，松本家的哦。对，沒錯。然後他們自己可以烤。哦。對，因為大學生已經教了他們技術了。對，他們老師也學了。對。所以他們就可以在學校裡面就做出來自己想吃的馬卡龍。很棒哎。對，所以辦了一個影展，也拍了6個紀錄片吧。大家可能想唔到，平常時可能去點都方就做買到馬卡龍，不過大家離福興鄉真正去當陳三度，佢視察的因為去魯陽嘛，佢視察的上去復興差不多會是2點半鐘。個按個路場做得老一條小朋友分享按用嘅點心。對家長來講，係天當珍貴嘅，唔管係一隻心意咩好，一隻回憶咩好，對家長來講，全部就當珍貴。沒錯。對，而且我吃到清珍貴嘅係老師，你還係帶領人嘅學生嘅共下來做一件事情。沒錯，那個是蠻有意義的一個，對我來講就是我是老師嘛，帶着學生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然後馬卡龍又是載體，對，又是載體了。對，對於VUCA開始的這個載體，其實我知道老師今年設計的動作都同VUCA人嘅愛有關係，比如講人家講馬卡龍，不過其實因為還有一點點，點都好還有其他嘅，大家會想到我講，我想要吃甜點，我想要吃咖喱，以外可能有的人會想要來吃鹹的東西，也好多點都好沒做得捨得到。沒錯，因為。我媽媽前幾年離開了，我爸媽其實都離開了，但是她留給我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我們一般人講的老菜脯黑金啊，她留了很多黑金給我，所以我那些黑金呢就變成我店裡面的另外一個叫做我做的老菜脯雞湯。天哪，給都珍貴。那是鹹食啊，有甜的有鹹的。所以像有一個這個80幾歲的老太太，她每次來，她都要吃我的老菜脯雞湯，因為對她來講，這是他們這個懷念的滋味。冇錯，因為個老菜脯，唔係講新做嘅話，冇變嘅話，冇幾隻米絲。佢聽說變有一段時間，佢將會有個甜鹽嘅。有點發酵，有一點醞釀過後嘅按用嘅蜂蜜出來。對，故所呀就係欣賞嘅媽媽留本，伊個輕鬆又輕珍貴嘅伊個食材。對，你就老給有運用到人嘅點都好。沒錯。哦，當然呀，應該要煮粉啊，我先預定一下，對不對？我現在這個店啊。基本上我也有讀博士班，我時間其實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現在就是全部都要採預約制，而且要前一天預約，就是因為這樣的話我也可以準備好最新鮮的東西給這個消費者。對，所以唔講起馬卡龍，也係講人家講嘅這個老菜脯嘅雞湯，都要先煮粉，要先預定哦。啊，唔單止按呢，哎，唐貢點都好也還有法式薄餅。哦，這個法式薄餅也是一種人家分享給我的。是我一個朋友，他以前在天母做法式薄餅啊，做得很成功。可是後來他關店以後，他把機器留下來，他本來自己做紀念的。哦，可是他知道我做甜點店，而且做法式甜點嘛，啊，所以把法式薄餅的機器送給了我，所以我的甜點店裡面現在也有一個法式薄餅的，是來自法國原裝的這機器。對，因為我看到相片這個按用的法式薄餅哦，同壽司嘅。我們現在夜市常常看到有一種很多可麗餅，對，可麗餅，它是起來切切的，有一些像餅的這種感覺，對，是不一樣。這鳥呢，是法國式的。對，到法國你就會吃法式薄餅，很多人去法國都會吃法式薄餅。哇！然後馬卡龍也吃得到。對。所以很多甜點其實都是法式。所以老師就老爺的法式的點心呀，不用多加個點都烘誒，迄講佢要做誒，佢就想愛盡量老佢不用多加個點都烘同大家分享。啊，不過提醒大家，要先煮粉哦，要先預約，按用這樣保證，他保證做得食得到啦。啊，不過節目到呀，前面大家可能對按用個法國式的點心，可能有一點點的還無按熟食。迄講大家買轉去按用個馬卡龍轉VUCA，算來佢做得不用記久，還個佢做得用的保水。又做得用的來，比如說它回溫啊，也還用的。今日福喜卡拉 OK 就有請欣賞來同大家解答一下。好，
馬卡龍其實它基本上它的最佳賞味期啊，冷藏大概7天，從製作日開始。那所以冷藏7天，冷凍的話其實是可以擺1個月的。哦，冷凍1年。對，但是我還是建議就是冷藏就把它吃掉了。哦。那因為它的口感最好。但是如果你放冷凍的話，你可能要吃之前先放冷藏，它不會反潮，然後再拿到室溫來，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哦，對，所以我們在吃家冷凍就拿來，對，那會濕濕的，對不對？我們的反潮，對，會反潮。不是給馬卡龍就會設計酥酥嘅外皮咩？對，如果說它反潮了，可能就沒有按酥哎，所以要先放冷藏回溫。但基本上馬卡龍就會不用冷藏，至少放冷藏，應該是沒有放常溫的，對不對？對，常溫沒有，常溫沒辦法，常溫沒辦法，因為馬卡龍它畢竟就是它的餡會融化，哦，嗰時候同大家來分享，係講有去同先生買嘅馬卡龍嘅化做的不用冷凍1年，唔過以前不用到冷藏，用不用冷藏回溫，差唔多不用幾久，大概20分鐘左右，20分鐘就可以了。哦，還是建議放冷藏就好了，因為好吃的東西7天之內就把它吃完嘛，對不對？口感最好了。對今日當歡喜同先生打咗一句，我知道我好多同道同呀，我嘅唔過係算係我嘅先生，咪算係我業界嘅太前輩，來同大家來分享，退休過後嘅生活，退休過後嘅經驗，甚至佢到一下去行讀書，還有一件事情，佢行做一下大家人當到流行嘅後生人都啲嘅做 podcast。podcast。老師你呀，我自己有一個 podcast 叫出點聊出點。出點聊出點。對，在出點這個店裡面聊人生，每一個人人生的出點。哦。你為什麼會決定要做這個，例如說主持人？你為什麼要做烘焙？你為什麼想要跑步？每一個人都有很多人生的出點，所以在這個出點這個店裡面聊人生的出點。我說，人家去手機當中搜尋出點聊出點，就做在堂裡頭。對，但是集數不多。因為懂我喊。對，我其實錄了幾集以後，這個還有幾集還沒有剪出來啊，所以對我來講，而且他沒有提綱，就是好朋友，就像我們這樣聊天，我們就把它錄下來。那我的店裡面還有一個 podcast 的空間場域，是不是？對，我自己弄一個類似廣播的場域。哇，每次都做。我學生幫我做背板，我學生幫我給我的 podcast 的機器，哇，麥克風，所有一應俱全。其實，所以我的人生其實都是師生共創。對。當知道當榮幸做得訪問到陳老師哦，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自己按到嘅人生故事同經驗。相信哦，希望大家有閒的時間去請陳老師打嘴鼓一下，做得好多喊卡多。希望陳老師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老師。沒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等下聽聽先生來做運動哦。